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封城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？娃娃 TV。其实我说封城，并不是像中国那种限制出入的封城。我们这边的政府呢是说这个是 shelter at home， 就是就地避难啦。外界好像是称这个为柔性封城，因为我们并没有限制任何人的出入自由。政府呢是要求人民不可以有任何的聚会，也要求所有非民生必须的地方都要关闭，像是酒吧、健身房、KTV 之类的。政府呢是要求民众全部留在家里，尽量不要出门，除非是去购买民生必需品啊，或者是进行必要的活动，像是去超市啊、去医院、银行、邮局之类的，或者是去上班。我们这边现在能在家里工作的，基本上都在家里工作了啦。所有学校呢也都改成线上上课了，不过还是有不能在家里工作的像是超市、医院、银行的员工之类的。好，那虽然是说不要出门啦，但政府也有说在这个期间还是可以到附近去散散步啊，去遛遛狗之类的，只要跟人们都保持2公尺的距离就没问题了。好，那这个封城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老实说，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改变啦，因为我本来就都在家里工作，平时也不太喜欢出去，蛮宅的。我之前是1到5每天早上都会去健身房练柔术啦，那周末或者是偷懒没去的话呢，就是睡到中午，其他时间呢就是在家里帮学生上课啊，跟做影片，不然就是看日剧。那现在也一样，其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啦，就是不去健身房了嘛，所以一样就是睡到中午啊，看日剧、做影片。唯一不一样的呢，就是现在我都改用视讯帮我的学生上课了。那这个封城对美国人又有什么影响呢？美国人是蛮好动外向的，喜欢出去外面玩，去外面运动，喜欢去酒吧聚会等等的。但现在这些全部都不能做了，所以他们很多都要崩溃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我妹啊，现在是读心理智商的研究所，她现在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实习。当然啦，她不会也不能跟我讲她客户的事情，不过呢，她会跟我讲她学校跟同事的事情。前几天啊，她就说她在线上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就问大家最近怎么样，结果一堆人都说快崩溃了，想出去之类的。我也有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很多人都说快要自闭啦，快崩溃了。我就心想说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好啦，其实下了这个封城命令之后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族群很崩溃。我想他们应该是全美国最崩溃的一个族群了。这个族群呢，就是父母，尤其是妈妈。职业家庭主妇是还好啦，但那些有工作的妈妈呢就很崩溃了，因为现在小朋友都不上学了，整天都在家里。而我们这边现在几乎都是在家里工作了，很多妈妈都表示在家里根本无法工作，因为小孩子没几分就说：“妈咪，我肚子饿了。”“妈咪，这个怎么写？”“妈咪，哥哥打我。”“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”而他们都说一样在家里工作的老公呢，就跟装饰品一样，时间到了呢就要吃饭，不帮忙做家事，不顾小孩，所以很多妈妈呢都快要崩溃了。我就有朋友说这个封城呢可能会造成一波离婚潮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聊聊美国这边的年轻人吧。现在美国很多年轻人呢，真的不怕死呢，都叫你留在家里了。不过还是有一堆人跑去海边玩，去爬山之类的。尤其是 LA 跟纽约那边，纽约现在是全美确诊人数最多的，而 LA 呢是全加州确诊人数最多的。一开始呢是我们湾区这边最多啦。不过现在呢，好像有慢慢在降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港口嘛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。我想一开始之所以会暴涨，应该就是因为那艘没检查就让乘客下船的邮轮了啦。那 LA 跟纽约之所以会突然暴涨呢，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们那边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，而有太多小屁孩无视这个避难规定，到处跑去玩，所以被传染，然后又传染了很多人。我真的是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再这样了，好好待在家里嘛，让疫情赶快被控制住，就可以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啦。不然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不仅牺牲的人会越来越多，连恢复正常的日子也会遥遥无期。难道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吗？好啦，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次的疫情。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个赞，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了解美国的状况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